OK， 但是唱歌要稍微后退一点，是不是？如果要唱诗歌的话，要后退一点，是不是？喷麦，好。玩家1、2、3，测试1、2、3，测试1、2、3。好。比较怕直播比较没声。对啊。因为有时候听好像，就是有些人要开比较大声。对啊，然后我们又戴了口罩。啊，对啊。隔了声音，对，就是复杂的因素就很多。有什么要注意吗？直播有什么特别注意吗？你就去了解。该站就是比较唱顺势就要站，因为我们还是有那个伪装腔这些。因为我们视障根本不知道。我是有写啊，我因为讲稿已经写得很自私，会把那些拿掉。可以把我的讲稿一份，然后那个有格式，把格式摆。对。还要准备一把10号的麦克风，就是那个猎摄10要10号的麦克风，10号。应该是在后面。应该在我这边。看一下。喂。再问一下，喂。好，那个。喂，大家有听到无？哦，感谢，高炸。喂，123。
该不用每一点都念。第一点应该不用，因为提到。对，这个是华语。5、6点还要念吗？5、6点不用。第4点要念。对，给他练一下。这个，让他们知道一下。不会让你练很快。可以直播的时候可以编辑，可以编辑改变影片题目。直播的时候可以改。直播的时候可以改。你要打开投影机跟电视。要对着投影机，要对着投影机。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礼拜要开始进前，也是先来锻炼，今仔是要吟唱的圣诗歌。咱首先来看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这首诗歌大家拢真熟，咱就先来锻炼一摆。咱锻炼第1集，锻炼第3集，好啊，第3集。来，为着希望的福气，为着心心的欢喜，使阮无怨通欣赏，有声有影的温柔，天悲伤的阮之下，有你千万美尊名。好，咱来看第4节的歌词。毋是第3集，第4节的歌词有声有影得温痛，得温痛，吼，白话诗是痛，温痛啊，这个是大家小学会当学一下。好，咱来看305首。305首，我是为基督。咱来注意第三集的歌词，无论困苦夭餓，也是忧闷烦恼。迄个汉字是读做也是，然后咧，搁下一撮，这是也为着主经历传播。这个字才是也吼，一个是一个是也，大家小分一下。咱来锻炼第3集。困苦忧闷，也是忧闷烦恼，也为着主经历传播，也是世情。咱过来一摆，第3站。无论困苦忧闷，也是忧闷烦恼，也为着主经历传播，也是世情拢无。咱
咱搁来看启应文22篇，伫咧圣诗后壁面34页的所在，启应第22篇。PPT 应该是伫咧第4页，第2页，启应文第2页。好，第二对起应的，就是互你福度到少年，亲像鹰鸟，吼，互你福度到少年，亲像鹰鸟。这个妇道，这2个字，大家小注意一下，安尼就好。吼，礼拜要准备要开始，请大家将手机禁声，吼，或者是把它关起来，咱闭慢心来礼拜。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万人拢学乐伊。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名。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名。会众请起立。
徛伫选读新的界面，伫圣诗的头前面，请掀开斗阵，齐声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届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若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会众请坐。启应文第22篇啊，伫圣诗的后壁面，啊嘛会当来直接来看投影幕啊，我来启，恁来应。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好米赎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恶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会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食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恁一切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各位，拢着学乐耶和华。祈祷，请三角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轻看。阮将阮所犯的罪陈列伫你的面前，亲像以色列人来向上帝献赎罪祭一样。求你赦免阮拢总的过失，也求你擦拭阮的目屎，因为阮看见世界各国的苦难实在是大，超过一冬，人类犹原无办法。摆脱病毒的威胁，到今仔日嘛是爱真细腻、滴喙安、搁洗手，嘛无办法甲朋友好好食饭开讲。咱亲像咧坐无形的监牢，咱所有的行动拢去互病毒捆绑，亲像阮的心互罪恶捆绑一样。求主怜悯阮人的软弱，嘛承认人所会当做有限。需要上帝气力帮助阮渡过死荫的山谷，因阮毋知安尼会艰苦，搁爱偌久。不过阮犹原感恩，现在不管伫厝内，还是伫教会，还是人伫海外的另外一边，美国甲纽西兰，阮拢会当透过网络同心来敬拜上帝，因为阮知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咱学乐的声，上帝拢听伫。感谢主，因为你赢过拢总的一切。兄弟姊妹无伫同一个空间，袂当隔离咱彼此相听，因为阮是我靠上帝的名来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
阿门。好了，咱请圣歌队，今仔日要吟的诗歌是《基督的听》。圣经记载伫耶利米哀歌5章19、19、20、20，有写伫周报的上后一面。
我来读。耶和华，你是永远伫地，你的宝座代代无煞。你写事永远袂记你阮，写事气杀阮到遐久。耶和华，求你互阮活转归你，阮就活转；求你活生阮的日，亲像早时一样。你一尽气杀阮，受气阮到极。正道。请伊个牧师，今仔日的题目是活转的力量。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而这个疫情，共款是遮严重的这个时阵，阮有法度回来教会。和阮所有兄弟姊妹来敬拜阿罗你，愿主搁一遍帮助阮，帮助阮把握，伫阮生命有一口气的时阵，阮好好来敲找上帝，好好来了解上帝你对阮每一个人的旨意是甚物。愿信心安慰阮。咱在座有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你来医治因、看顾因，互阮透过主你的话，互阮重新阁有气力来面对每一天头前的路站。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真欢喜，搁伫礼拜堂看到真侪兄弟姊妹拄过疫情顶礼拜搁拄到台风有真侪人无来教会今日看到大家的面真欢喜，恁互相看者无？虽然咱有嘴眼但是每一个人拢真看甲真清楚。今日牧师要透过这个经文来大家分享活转的力量。回转的力量。疫情的中间，咱有看到真多报纸咧讲、电视咧讲，搁着一间老牌的店关起来。当有真多的代志，咱想的拢无共款的时阵，咱要怎样？咱参加高普考的考试，而是即摆学生参加联考、会考。是我感觉我学经历袂歹，我去应征一个工作，哪会拢无调？是当咱是有真多的计划，因为疫情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咱讲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阵，咱要安怎？我是嘛有看新闻讲有一寡公司本来是要上市上柜，因为这疫情的关系，拢停止起来。甚至有的公司想要拓展。因为疫情的关系停止的，本来有要出国留学，嘛拢停止起来。那呢，敢就失去盼望吗？是当死甲病痛临到咱的时阵，就是世界末日吗？咱生命的出口，今仔有咱看这两条尔吗？有人会讲，牧师，你不是当事人你无法度了解。这个代志对伊的打击是偌大？无毋对，咱毋捌有人有开公司倒去的，咱毋捌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经验，咱有真侪咱无经验，无毋对。但是咱若透过今日的经文，咱知影，如果一个国家有法度互堵去，牧师讲是耶路撒冷，以色列。被是互掠走，安尼咱可能的代志比起，真正是小巫见大巫啊！但是咱要看到一个盼望，就是讲，这个互掠去的国家，会使搁伫70年了后，搁转到因家己的
的土地，佮起造圣殿，咱会感觉真好奇袂？为什么？因有即个力量，活动的力量，互因佮重新起造因家己的国家咧。有去过耶路撒冷的人拢知影，到即摆还佫是感觉一个清水的城市。牧师10几年前10几年前子爱还佫9个月的时候我甲吴长老娘、宝玉姐阮做伙去耶路撒冷。大家讲，你迄阵就拜5楼顶咯，我毋拜伊，阮同一团，但是我毋知影，我来见识我知，面是面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当因的国家有真多的挑战的时阵，以色列的王做什么代志？领袖做什么代志？因共款是安全的所在。因无看迄个风险已经来啊！因有真多先知来传达什么平安啊！假先知传假平安的信息。上帝伫咱的上帝，耶路撒冷的上帝，咱的上帝，耶和华上帝伫咱，甲咱伫咧，咱的国家一定袂无去的。但是咱知影，主前586年，耶路撒冷。互巴比伦这个军队、这个国家消灭，咱无法度想象，迄阵是偌恐怖的情形。咱即摆开阿富汗电视，咱可能有淡薄仔较知影者。是咱对电影，咱看迄阵上早期越南战争，我毋知咱有无有的人骹腿被地雷炸了剩一条腿，这毋是仅越南哦。所以，阮金门嘛捌发生哦。阮金门是全世界2次大战迄阵地雷密度第2高的，第2高，嘛是有真多互咱想无这战争如偌恐怖。拜5我昨上联团契你分享战争是甚物的？阮妈妈早讲，伊虽然是看到一个阿兵哥伫路里走。走，咱为什么要走？因毋是手抱着物件咧走，什么物件？手抱着肠啊，伊的肠啊，伊的身躯才破去，肠啊走出来，规拢废，伫遐咧走，一边走一边哭。战争是非常的恐怖。主前586年对上帝子民来讲，是一件真大的代志，真可惜。以色列的百姓虽然是上帝囝儿，但是因佫是一头石头心嘛。咱知影上帝差派真多先知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拢无效，因拢无要听。伫咱有限的性命的路程，咱毋知有安尼经历无？咱总是有家己的想法、家己的主张，有咱想要追求的。直到咱而且有真多骄傲伫咱的心内，互咱的心离上帝哪来哪远。今仔日的经文19节甲20节，安尼讲：耶和华，你是永远伫地，你的宝座代代无煞，你写事永远袂记得阮，写事记实阮到遐久咧。耶利米写这个批信的时阵。这个国家已经无去啊！伊对心内有深深的哀求啊！上帝啊，你人伫着，你袂记得阮啊！我毋知咱有安尼经验无？上帝啊，咱拄着真大恶担当的代志时，上帝啊，你人伫着的所在。以色列百姓因的心。互物件砍掉，因为了私欲离开上帝，因较早祖先甲上帝立的约，去拜偶像，是因无爱上帝，毋是上帝无爱因。直到真侪无公义的代志，伫因的信仰团体来发生，最后上帝透过巴比伦来对因来审判。
等下咱即阵咱活伫稳定的世代，咱如今要面对的偶像、神明的应用，比古早搁较侪。尤其即摆是以网络、媒体、资本主义的影响，互咱有真侪理由甲原因，体贴咱身躯的需要，咱要追求迄物件，直到咱的信仰的顶面一点啊一点啊，拢退让。咱现在拢毋惊上帝是审判的上帝，咱嘛无看耶稣基督为咱伫十字架牺牲的疼。直到咱行无路的时阵，直到咱性命拄着真大的困难的时阵，较外头讲，上帝啊，你伫个所在，你伫倒落。耶利米为以色列百姓哀叫上帝，上帝啊，你人伫倒一位。上帝是属于主爱的上帝，伊永远伫咧，伊袂放杀咱，是今仔咱离开伊。今日的经文21节是今仔日的重点，就是耶和华求你，互阮活转归你，阮就活转。让我们回转，我们就安尼让回转。咱拢知影，前咱咧读圣经的时阵，有一节内底重复出现的字句，代表伊非常的重要。活转，这节内底讲2遍。牧师今日要来大家来讲活转、回转。咱应该知影咱意思，活头，活头无好，活身过来，有开车的拢知影，伫高速公路下错交流道，还是开毋对所在，咱应该怎样？爱回头，回头。咱若无回头，咱会愈开会愈来愈远。用信仰的角度来讲，活转哪一条悔改的路，对无好的所在离开，爱离开离开。专心向上帝行去，你活头无效你爱向上帝行去。那福音书内底有龙主回头，这个故事大家拢真清楚，就是安尼。这个龙主伊就是要分财产，因老爸做伊去，当伊行到伊要爱行伊家己的路，当伊行走投无路的时阵，伊搁转啊，搁转来厝诶。等下原来的所在，但是对今仔日的经文，咱知影，活转是真困难的。牧师来念互恁听耶和华求你，互阮活转归你，阮就活转。好像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忙，他们自行要回转，好像很困难的。因为这个世界应有的力量真大真大。都较互咱无想要放手，是咱互一寡传统的物件，限制伫咧框框内底。牧师拢固定差不多拢9:55分离咱这承德路一段77巷加倒粪手拢倒粪手倒4年外嘛会认捌一寡人除了外佣之外啦，一寡外劳拢会拍招呼啦，有一个隔代教的阿嬷，伊的孙是伫日新国小，伊知影我是教会牧师，就问我一寡，足爱问的，恁教会是咧创啥物？阮孙的来上恁的主日学袂？讲规波讲4年拢无来啦，拢问足爱问的，因的孙是一个过动儿。有一摆顶礼拜较问我，牧师，恁的囝有补习无？我讲无咧，有上一寡才艺啦，无补习。伊感觉足不可思议诶，伊讲袂使，牧师讲你袂使，一定爱补习啦。大家拢咧补，你无补袂使。伊互我感觉无补真无安全感。牧师安尼要讲补习是见仁见智无咱若教会有人咧开补习班诶无多点无多点
牧师今日毋是要讨论这个题目，牧师要讲的是，无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咱常常互这世代的价值观，才能带你走。不要输在起跑点，要靠着好的学校，找到好的工课，找到一个好的另外一半婚姻，还佫赚大钱，伫社会安尼较有身份地位，是毋是？咱在座咱这代哦，我减恁几啊代啦，我这代的父母嘛是安尼怎教，这拢真好，后得到这物件是有真好无好。但是现在已经21世纪，这款的想法，同款是伫咱台湾社会上普遍的现象。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背后带来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伊互咱离开咱信仰的真理愈来愈远啊！直到有一天咱发现的时阵吼，咱无迄活动的力量吼，惊上帝，你知唔知？兄弟姊妹，咱常常互这世界来才能引诱去，因为这个世界真正是遮吸引人的。咱有时看讲咱台湾有个真M型化的社会吼，啊，听讲 BMW 一台车吼，哇，咱台中港安尼规拢满，真恐怖。咱通互这个世界吼，在咱架设的轨道吼，带咱去行。基督徒应该毋是安尼，因为是咱对上帝，我们对属天的认识，咱对属天的好，咱无深的了解。咱甲上帝的关系吼，无讲信息。我伫带领社青的这个过程的中间，牧师嘛知影。因真老实，我参上帝的关系吼，无解释，吼，一礼拜可能见一摆面，我见一摆面，若参女朋友的关系，吼，平常时爱上班，假日吼，参女朋友约会共款，就是讲对上帝咱明白毋像真深，咱知影上帝，但是佫毋是心办，兄弟姊妹。当咱互上帝更吸引的时阵，有上帝更才能吸引的时阵，咱较有法度慢慢啊离开世俗对咱的控制啊。因为世界的物件吼，伊是有保存期限的啊，伊毋是永远袂歹哦。世界的物件是有保存期限哦，吼，咱知影咱买物件拢有保存期限哦。有诶超过1天吼，啊，佫1个月，啊，佫会食诶。但是有诶物件吼，超过1天吼，就无法度食。无输摆买一个豆腐，豆腐，超过1天啊，尔，迄味吼就走出来啊。但是你面条有无？面条你3个月，你佫食佫袂要紧。阮弟弟做面条诶，用阿哥你放心，超过半年都可以吃，都可以吃。但是豆腐真正吼，咱俗世界物件有保存期限的，迄拢会过去的，会去臭去。咱看到今日21节安尼讲，耶利米求叹上帝讲，求你换新阮的日，亲像早时共款，啊！耶利米基督的重点，参咱无共款咯，伊基督啊，伊仰望以色列这个国家甲上帝关系，在重新佫起造起来，会使像因祖先共款，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是大卫王共款，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啊！耶利米知影，靠因家己的力量，无法度离开罪。咱要重新的开来，是对上帝来。上帝也无怜悯咱无法度活动的力量。所以，伫这个活动的这个过程的中间，咱人就爱放手。有时咱无法度活动时，咱无爱放手，咱真固执。咱扣条条，上帝佫怎有在你扣嘛无效？咱爱放手，虽然咱会惊，
为什么咱会惊？牧师，我唔敢放手，为什么？论他耶利米你祈祷的时阵是怎？困难那个丢落的，唔是无困难的。耶利米祈祷的时阵，国家已经无去啊，伊的百姓拢互掠走啊，伊的心还佫非常的忧伤。但是耶利米这祈祷的时阵，这拢唔是重点。耶利米深深哀求主啊，求你更新阮的力啊，将阮的力换新啊，像古早同款，互阮的百姓看到你的面啊。咱人因为犯罪会离开上帝，只有咱甲上帝恢复关系时阵吼，咱较有长心的快乐。这是非常无简单的祈祷啊！兄弟姊妹，你怎有祈祷？当咱生命中拄到真多困难的时阵，咱的身躯有病痛，咱的家庭有冲突，咱的婚姻出问题，咱的工作感情，甚至咱是你生命转换的迄十字路口的时阵，咱怎祈祷？主啊，帮我问题解决，互我脱离这个压力。主啊，你紧紧讲有什么答案？甚至主啊，我要宣告，互我看到迄亮光。咱是毋是安尼？咱要宣告，较早人甲咱咱宣告，真好。你宣告你爱上帝袂要紧，但是牧师知影，你困境的中间的时阵，你抉择的时阵，咱的想法拢是人之常情。但是耶利米伊毋是安尼祈祷。耶利米是先求以色列恢复甲上帝关系啊，因为耶利米知影，咱甲上帝也是无关系的时阵，眼前的困难会无去，但是会一边会阁走出来。我毋知咱有迄经验无？代志一直来，重复在发生。咱只有上迄根吼。源头的性命爱解决，咱若无解决，代志敢会发生？只有咱每一遍咱谦卑，咱来活转，活转怎？活转咱掠上帝掠条条，咱的性命较有机会得到翻转，变新的机会。这个过程好亲像一摆啦，搁一遍啊，咱出埃及的经验嘛。出埃及上大的意义是啥物？恁会记得袂？有人要知？那牧师讲，咱伫埃及做哪好？2字。嘿，有人讲，来努力想讲的，信真节啊。努力。出埃及上大的意义就是吼，咱本来是做奴隶咧，是无自由的性命，咱啊转变啊有自由的性命咧。咱无想要互世俗的物件在咱控制。咱搁一边对罪恶的所在离开，上帝，这个是恩典啊！咱讲这是上帝怜悯，上帝恩典。当咱安尼回转，咱有上帝同在的新的生命的时阵，咱有法度做真多的代志。当咱有上帝对的这个快乐，上帝互咱勇气，这样离开咱原来的环境。离开咱原来的所在，会打破咱啊，咱原来固有的吼，咱的思考，然后呢，咱会勇敢对未来，唔知迄未来来走。咱无感觉，咱若逐工拢伫安全的所在行，你会感觉无聊袂？会袂？我需要在咱挑战的是伫咱信仰的过程的中间，当咱愿意将咱的心门拍开的时阵，咱有机会不断经历出埃及的事件。咱一世人见主的面进前，咱还阁咧出埃及，咱的心会愈来愈自由。我毋知影你信主信啊到今，你有感觉真自由无？还是感觉牧师我嘛真偷放的，无？毋是偷放，先压者安尼。愈来愈重担真多，烦恼东烦恼西。
所以咱有这新的生命是咱就无共款。牧师要讲一个见证哈，9月13号哈，9月13号 FB 哦有跳出10年前，10年前真久啊，我看到嘛惊一个，而且看迄代志真感动。啊，佫会记迄10年前发生什么代志的野手者，大家拢喊头，会啦，徐慧姐会记迄3年前发生什么代志袂？还是2年前？2年前，2年前你9月份，徐慧姐嘛发生代志哦，哦，这定刚刚来见证哦，我先来讲一个，真久啊，2年前还会记的，哦，啊，牧师4年前还佫会记的，但是10年前吼，咱一般拢袂记的。就是我读幼稚园的子爱，吼，即摆读幼稚，迄阵读幼稚园吼，互某大医院吼误诊，发烧1礼拜，吼啊，我曾牧师曾志明牧师就担心，我就转诊马偕医院。啊，伫马偕医院这个过程的中间，我的母会、民权教会，大大小小吼，一礼拜中间吼，哦，大家拢来看，啊，为惊子爱无聊吼，啊。买册啊来讲故事好听，吼啊买物件好食，啊是来陪伊。那1礼拜了后，子爱就真健康来出院。牧师真简单分享这个见证要讲的时阵，有时咱伫教会久啊，咱会感觉在这款代志做得真正常、轻松平常。兄弟姊妹带祷、大医带祷。哦，注射疫苗哦，关心，这敢拢是应该。其实无什么代志是应该。这样的代志发生，有真侪人来看子爱，这样代志发生，嘛毋是臭拄坎的。我感觉上帝透过子爱的祝愿，帮助阮的母会所有兄弟姊妹，因付出因的疼，阮感受因的疼。安尼真自然的，这个中间，上帝互咱伫这个中间，互咱每一个人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得到鼓励。这个疼，伫咱的中间，那火你烧共款。咱2年前，徐慧姐你住院，真严重的时阵，迄阵哦，徐慧姐伫 LB 有写，共款是9月，咱偌侪兄弟姊妹去遐看，迄那火。哦，本正吼，徐慧姐吼，迄火已经要熄去啊，咱啊烧起来，哇，拢大火起来。你看即摆徐慧姐遮健康，遮爱笑吼。迄阵共款，嘛共款，对我的影响嘛是真大。咱的心有真侪咱本来的需要，但是当咱互上帝听，一直充满的时阵，咱悔改。咱回转活转上帝的时阵，咱有较会了解上帝的心意，毋是仅安尼有生涯技术的发生，伫中间来发生。有人问牧师，什么是生涯技术？就是你感觉难以置信的代志，就是生涯技术啦。无可能发生的一个人，竟然发生，真惊去做的代志，你去做，而且咱会。带领咱去见证上帝伫咱生命中的恩典。牧师要今日要在大家讲什么叫做见证？我看咱大家应该有听做真侪见证，吼我的编好，还是吼帮助我的事业怎样？我台生的老师魏老师吼，伊本来是有写一本册吼，《疫情神学》吼，见证。伊的什么讲是什么见证？牧师互你听者吼。见证就是去诉说基督徒失去了自己原先所预期的故事。咱原本的计划、愿望、甲理想拢无去啊！咱的人生竟然剩上帝的旨意，除了其他以外，我拢无别项啊。当一位基督徒伫信仰的中间，真正表明家己无半项的时阵，一无所有的时阵，完全找无到家己属于家己的物件的时阵，伊找到拢是上帝予伊的恩典，安尼才是见证啊！
见证就是讲吼，咱有诶拢是上帝予咱诶。这款的见证，甲一般即摆话教讲什么成功人士的见证，无共款。这个活动的力量，嘛，互牧师伫自爱出院2年了后，我勇敢回应上帝对我的呼召。我放弃伫经营中的事业，行专一个服侍，暗是上帝恩典。我唔敢，我要见证的是，也毋是上帝，我唔敢，兄弟姊妹，闹入埃及虽然有肉通食，但却是奴隶的身份。无算唔知你即摆是自由的身份，还是奴隶的身份？要出埃及，是一段无容易的旅程。为什么？你要出埃及，后壁面阁有一大群的埃及的军兵要在你对台，咱阁会想到离开埃及到旷野要怎样生活？会惊袂？会哦。但是当咱无愿意离开埃及的时阵，咱的性命永远无法度得到改变。活动的力量帮助咱离开生命中的罪恶、惊吓、黑暗，行向上帝恩典，机会较光明。咱来放手，咱来完全交托给上帝，在咱带路。当咱有上帝同在的时阵，咱用这个新的身躯，咱别项代志拢会使做的。咱即摆毋是法利赛人。咱真侪，咱有这上帝同在身躯，咱万项事拢着，咱会使自由奉献咱的性命、咱的金钱。咱毋通当奉献的时阵，咱手插伫裤底的时阵，要摕出来想真久。咱会使自由来委身来服侍咱的上帝，咱嘛会使自由去听人，去原谅人。我们也可以真自由，咱去做民望。打拼咱的事业，甚至上帝互咱有气力、智慧来主动魔鬼，互咱的骄傲、较勇于较攻击。最近斯卡罗有看野手者，有去看这片无？斯卡罗公视毋是咧播一足有名的吼，这个导演是基督徒。顶礼拜三，伊接受台湾神学院林鸿信老师的访问的时阵，伊安尼讲，啊，毋是有这个信仰，离演艺圈的诱惑非常的大，啊，毋是有这个信仰，伊早就沉沦落去了。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阿罗你。感谢你，予阮活动归向你的气力，啊，帮助阮兄弟姊妹看到你有你同在，迄个平安、较喜乐，伫阮的生命中间。愿主祝福阮在座，还是线上阮所有兄弟姊妹，阮勇敢离开埃及，感恩上帝啊，为咱备办的水的所在。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回应的诗歌，圣诗305首，我活是为基督。305首，我活是为基督。会众请起立。无论
请坐。奉献，请长发的同工。请起。会众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的顶面。为着咱的肢体，陈金子、刘慧英、陈王兰、陈丽水、卢雪英、洪甘之、石玲玲、陈美芝、谢丽慧、胡艺梅、杜昭、刘慧忠、林以诺。附件的有陈昭明、汪世军、张美妹、庄宝玉、洪千惠父亲。为阴县的有陈秀荣。还在化疗当中的有陈义利跟张杰伟的父亲，还有牧师娘，还有为了他的皮蛇来祷告，也为了林以诺小朋友的异位性皮肤炎来祷告，还有3位在怀孕当中的Venti， 这是淑慧姐的媳妇凯华执事以及心如，我们恭喜吴长老好，也为了10月份10月份大家团契会长改选，愿阮谦卑回应主的呼召，备办家己会当互主用，为着 COVID-19 的计划，全球疫苗的公平分配，台海安全，中秋节的出入的平安，求主掌权护佑，咱齐声来祈祷。总感谢你，给主的看顾保守，阮的民众中家互阮求主来帮助你，不管是伫心灵面得，主的拢来互因会当得到活，来心情当得到发展。求主看顾保守，阮民众以至的都会当得到主你的帮助。主啊，阮将一切所求所受献就伫你的面前，
请你听阮有声无声的祈求，看顾保守身躯病痛兄弟姊妹，也恳求你坚固阮所有的事工。现主时，阮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真声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着救阮脱离你的歹的。为国关灵灵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后周的事工伫周报的头前面，请长番的同工来注意。后来读教会的消息，后来读第2点，请各团契将第4季的活动的主题，也是服侍排班交予干事来整理。第3点，10月3号礼拜日要举行本年度第5摆的圣礼典。要受洗的兄弟姊妹，请来牧师来报名。以及来安排伊的课程甲相关的代志。当日若是要举行圣餐会看迄疫情的变化，才来做确认吼。所以大家要较注意。第4点，原定12月19号的圣诞舞会取消，因为疫情的关系，团契庆祝的活动刷到上午来举行，伫礼拜中分流进行。第一礼拜会请双年团契、青色团契甲妇女团契来备班。华语礼拜会请社青甲青少年团契甲主理学。所以阮做安尼的分流。团契消息第1点，9月25号礼拜六下晡4点，妇女团契聚会。题目是影片欣赏，主理是静美丢落。第2点，9月26号礼拜日，第一礼拜了后会举行青色团契聚会，主题是婆媳妙关系。这大家爱详细听。具体消息第1点，本档的疫苗的施打覆盖率已经到90%，感谢主。近期要来拍疫苗的人有年长的第2摆的施打，甲13岁到22岁的青少年，因拢是拍 BNT 的疫苗，求主来较帮助因。奉献民生若是有错误，是漏交的，请干事是会计来纠正。上言圣诗511首，阿老上帝至权至尊。因是煞请牧师祝祷，会众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对看顾咱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好，请坐。
礼拜到这，力道必会。